前我都仲係咁樣噶，只係短短嘅5日就可以幫我急救，游翻條女團腰啦！想知我點樣5日內急救成功？就係佢用攬酵素。睇住電視啲女團條腰咁幼咁 sexy， 再望下自己個腩，唉，究竟瘦嘅感覺係點嘅咧？連呢條1年前買嘅裙都已經着唔落啦，唔得，我要挑戰5日變做女團腰。變瘦方法好簡單，就係喺每日嘅午餐同晚餐之前各食3粒，仲要記得飲多啲水，咁先可以促進瘦身成效噶。第一晚，平時幾日先去1次 poo 嘅我，即刻有料到啊！份量仲要明顯比之前多咗勁多咯，仲特別臭添啊！好似將之前積落嘅宿便一次過清走晒咁。第2日瞓醒，明明冇做運動，但係個肚已經明顯扁咗，冇咗嗰種脹卜卜嘅感覺，睇嚟真係 work 喎。呢3日每日都 keep 住有便便，條腰竟然瘦咗成1.5寸啊！離我嘅女團腰又近咗一步啦。第4日排便依然好順暢，肚仔對比起未食溶腩酵素之前真係明顯扁平咗好多。最驚喜係條腰真係 firm 咗好多，腰線竟然開始現形啊！短短5日，溶腩酵素就幫我急救成功啊！全靠佢幫我溶脂肪、清宿便啊！我條腰可以足足瘦咗2寸啊！唔使做運動，唔使節食啊 ！CP 值咁高又咁快見效，我真係要快啲推介俾我啲 friend 啊！